thì chị mày muốn na cònนั้น chỉ có bởi yêu痛苦跟不熱要擔một平通或者要擔到煩惱過土ngay còn không thì chị mày tháng上帝講所以呢個羅馬書9第6嘅亞節用講到上帝嘅反應唔是失敗過那上帝嘅反應唔是失敗係講是個相信嘅法能夠帶是個脫離嘅法能夠帶是個特性因為到呢個以賽亞書55 11節用人講到且用人上帝嘅反應嘅求理出50多講盡要浪費嘅咪意思นะ上帝嘅法講出一天要做50講多講盡冇做嘅冇浪費嘅法譯出一天喺發生上因為到嘅法都係真理上帝講你能夠得勝嘅路嗱阿薩自己要入心聽一路一天自己得勝係講自己擔落平嘅反應講透過嘅變相你得到支持你心中得到恢復你平得到支持係講你相信揸門嘅反應你得到嘅恩典但係佢講嘅反應講出佢就上帝嘅合意去做上帝合意嘅反應人用行就係要發生唔識到講盡要浪費上帝含嘅反應用人行切嘅路就係切上帝講嘅反應佢講你得到真理即刻就真理即用人即刻要謙卑嘅心嚟到上帝嘅面前即刻相信嘅法求嘅恩典佢能夠祝福即刻能夠開路乜即刻因為到上帝嘅反應真嘅唔識要失敗講出安樣就安樣係或者痛苦啲問題佢講隆重一切你能擔透過基督本質嘅力量嗱所以而家要嚟傾前上帝佢本質嘅新嘅力量嚟擔對付設計嘅問題對付設計嘅痛苦帶設計係得勝嘅路上帝祝福大家阿們